今年的顶半冬哦，全球的景气回温，佮加上 AI 人工智慧的带动，中研院是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.88%。也毋过受到电价起、军工局调薪水的影响，今年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哦是2.21%，嘛已经超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线路。下半冬美国货币政策佮美国的总统大选，嘛拢有可能会佮对台湾的经济成长哦有影响。迎接2024下半年，中研院伫30日公布台湾经济情势总展望的修正，因为全球的商品贸易今年顶半年回温。搁再加上人工智慧科技等一寡带动需求，台湾无论是外销订单或者是出口，抑个工业生产的资料，拢恢复生产动能。这样，互中研院甲全年实际的经济成长率向上修正到3.88%。国内的景气呢，那是受到外需的这样一个带动，然后让我们这个国内的内需也能够持续的增温，然后。国内的整个这个民生的经济呢，也持续的活络。观察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上扬，就业市场正稳定，搁再加上跨境加商务旅游需求愈来愈增加，拢可望会让维系民间的消费动能。估计今年全年的实际民间消费成长率有到2.62%。虽然今年股市交易正热烈，不过受到30美国股市指数起盘影响，30日台股开盘行低。也是由乌冰红北回升到22307点的季线关卡。伫昆龙台积电是行势疲软，不过盘中的盘北北回收下盘4块。虽然国内经济景气转好，不过民众依然感受到通膨的压力。以台湾目前未来这个 CPI 的走向，有几个因素确实会有这个上行的压力。一方面调薪，那另外一方面这个电价的上涨，所以这些因素确实这个通膨的压力是存在的。展望下半年，虽然经济成长率预测要甲瓦近4%，不过受到美国紧缩货币政策的调整时间、美国总统大选的无确定性，抑个地缘政治等风险。台湾的经济也阁存在着无确定性，爱密切的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